屏东的嘉东呢，有这饲鸭场连续2天因为高空的灯光乱烧，惊到这鸭，是互相打死。几落下饲鸭场呢是400到500只鸭。原来是这8公里以外春日乡今仔日要举办乡运，厂商伫咧测试灯光，也若讲这灯光表演，目前也已经取消了。鸭寮天顶出现一闪一闪的电火，将鸭行架拢向同一个方向走。上千只鸭互相打闹，互宜县市车暗时损失上百只鸭。对这种的光速是非常的敏感的，所以说在试探的时候，就会这鸭群就开始受到惊吓之后狂奔推挤挤压啦，那在整个一个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造成了大量的踩踏死亡。前一暗天顶摇电火为隔壁香潭村照向鸭寮，连续2暗，阿龙决定报警找凶手，最后发现凶手是伫8.5公里外春日乡公所。如果真的有造成损失的话，我们会再去确认后续要怎么处理。因为的确这个距离有点远，然后我不知道会打到嘉东那里去，那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探照灯会影响到鸭农的状况。原本初日乡运要用的电光秀，公所决定取消，因为鸭开受电火甲声音惊到，出现大陆死亡状况。鸭农的提醒先了解周边环境才可用。受扰动的乌龟鱼一直跳出水面，若到收成的时阵，鱼面会先使塑胶板洗鱼粉，搁用人工落水来搞。不过其实跳出来鱼力头未细，爱戴安全帽加铁丝网确保自身甲头部安全。弄鱼还是在围网的过程当中鱼只因为受到惊吓会在空中飞跃乱窜那这对我们在水中工作的渔民来说就很像那一些小火箭炮一样。当时若无势力鱼面甲望工人闪袂去，有可能就会去互咱这杀白鱼弄着。家己是养殖重镇，杀白鱼、乌龟鱼产量低，鱼若着惊了后跳起习性，也互当地收成时阵出现特殊的景象。记者综合报道。